叼孩子跑这屋来了。这2天我家阿呆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把孩子往我这屋叼，而且每次都从那屋叼1只到2只，然后跑到我这屋来，在床上奶孩子。又叼我这儿来奶呀？每次还可紧张兮兮的看看外边，好像生怕有人跟进来。确定只有自己来了之后，就开始安心躺下奶孩子了。你自己那儿不能奶呀，阿呆。好在他也没有在我这屋留下的意思，每次都是喂个1个小时左右就带着孩子回去。为此我好好观察了一下，原来每次他跑出来都是因为小婉婉每天都跑过来蹭阿呆的奶吃。最开始阿呆不生气，是因为他只生了1个独苗，所以有多余的奶让婉婉来吃。一个妈妈抱着吃奶，一个奶妈在这舔毛。随着后来我们家胖雪生了一堆娃娃，怕胖雪带不过来，就分了好些给阿呆带，这就导致很多小家伙都抢不上奶。没办法，阿呆就开始轰我们的顽石坨子走，结果顽石坨子偏偏是那个2皮脸，吃了，哎，怎么轰他都不走，无奈的阿呆才带着孩子跑到我们屋。快看看他呀！